2026年丙午年講下屬龍嘅生肖運程啦。丙午年屬龍嘅朋友呢，今年呢性格呢就主觀，責任感重嘅，外表呢就係強勢，吉星呢就只得一粒嘅啫，天解星。喺事業呢方面呢，如果做律師啊、社工、區議員之類嘅人士呢，對你工作上呢有所幫助，可以講話得天獨厚啊，有能力幫助社群解決問題。事業呢方面呢，反而得到暗貴人呢方面嘅扶持。財運呢方面呢，正財係順利嘅，偏財呢反而要注意下投資嘅方向係唔係正確，容易呢就破財。感情呢方面呢，要注意下雙方面感情相處之道，易有分離之象。凡事呢要為對方設想，避免太過偏激。讀書嘅同學們呢，係有文學嘅興趣，讀書呢有靈感，但係呢容易心散坐唔定，喺呢方面呢就要注意下啦。空星呢有月煞、天狗、吊客、寡宿星，今年呢要注意突然之間嘅驚嚇，令到自己心情呢就係煩躁。今年避免係到醫院探病問喪，同時呢注意家中嘅長輩嘅健康。正所謂男怕孤臣，女怕寡宿，容易呢就係感到孤獨孤單嘅感覺，特別係女性。已婚嘅容易引起婚姻嘅危機，最好呢就多啲參加喜慶嘅場合，令到自己感染一下喜慶嘅氣氛，亦可以佩戴一啲雞嘅飾物，加強你一年嘅運氣。